喺香港地方細、物價貴，老友記想過好嘅安老生活咧，並唔係咁容易嘅。但係喺大灣區就啱啱相反啦，所以而家有好多人咧選擇北上安老嘅。聽講大陸啲安老院咧都喺山卡拉嘅，入咗去好難出翻嚟，咪搞啦。咁又唔一定喎，好似而家我介紹呢間咁啦，就很正市中心啦。呢度就係中山石岐市中心嘅順輝康養中心，佢位於市內一座綜合式大樓裏邊，商場、食肆、醫療體檢中心一應俱全，附近就係直通巴士站，香港上嚟一程車就到，亦都可以搭高鐵去到廣州南站轉輕軌，或者搭高速船都好方便㗎。睇下啲單位先，哇，真係又大又光猛喎！順輝主張自主式安老，自己生活自己話事，日日都好似度假咁超，真係點睇都唔似安老院㗎。真係咁好？唔信啊？問下佢啊！順輝康養係專為香港人而設嘅自由安老模式，認真啱晒我啊！幾時食飯瞓覺自己話事，你有乜頭暈身㷫，即刻有人同你服侍啊！最緊要呢度下邊咧有大型嘅商場，又多嘢食，又多嘢玩，咁嘅養老方式梗係爽啦！順輝康養有自設嘅醫療同體檢中心，單位裏邊有全天候嘅守護系統，就算半夜覺得唔舒服，都有人幫到你。附近又有國家3甲醫院，就算大病小病都唔需要擔心。但係香港可以用醫療券，呢度用唔到㗎。中山有部分醫院已經可以用醫療券啦，同香港一樣咁方便。同埋順輝知道有啲老友記對香港嘅醫生比較有信心，所以會提供埋香港醫生線上面診，而且啲藥物咧可以跨境速遞嘅。如果病者患有重症又想返香港醫嘅話咧，順輝係有跨境救護服務，由專業嘅醫護人員將病人由內地嘅醫院點對點送到香港嘅醫院。另外喺灣區安老仲要辦內地居住證、買內地醫保等等，呢啲順輝會揾專人幫你代辦，唔使自己盲摸摸。順輝環境又好，交通又方便啊！呢度啊有好多香港嘅老友記住喺度噶，大家同聲同氣，開心到極啦！我啲老友嚟探過我之後咧，佢都話要搬嚟呢度住喎。仲有啊，呢度嘅使費啊平過香港好多噶。要喺大灣區選擇適合嘅安老生活，我有3個 tips 俾大家。第一，要係港資公司，大部分係港人入住嘅項目。第二，宿位要係100間以內嘅精品式項目，人少啲，服務可以更加好。第三，樓下係商場、酒店，隔離就係3甲醫院，咁就 perfect。咁順輝咪啱晒我？所以佢哋嘅宿位真係好搶手㗎，啱就揾佢哋傾下啦。想了解更多資訊，就掃呢個二維碼，留低姓名同電話，攞返本內地安老指南睇下啦。順輝康養為香港長者創造6星級灣區退休生活，平民嘅消費，皇帝嘅享受。我哋大家